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oco， 今集會帶大家嚟到中國嘅長白山萬達滑雪場。呢一個地方簡直係驚艷到我啊！我啲朋友都以為我去咗日本或者係瑞士。今集會介紹嘅呢一間酒店啊，亦都好似童話一樣咁靚。事不宜遲，跟住我一齊探索一下點樣先至可以嚟到長白山呢？我喺片尾會詳細講解。今次我哋就入住長白山萬達國際度假村入邊嘅其中一間酒店，亦都係最貴最豪華嘅一間酒店。佢就係長白山柏悅酒店 Park Hyatt。呢一間酒店會有私人嘅滑雪屋，即係 Ski In Ski Out， 亦都會有一個露天嘅礦物質暖水池。長白山嘅天氣一般都喺-10到20度，係非常之寒冷。玩完之後浸呢個熱水池簡直係冰火兩重天。大家跟住我走入酒店嘅大堂。作為一間國際5星酒店品牌，柏悅每一個位都做得非常仔細，每一個角落都顯示到佢嘅沉穩同埋奢華。酒店就只得一間餐廳，早午晚三餐都可以喺呢度解決，食物嘅質素都唔錯㗎。check in 嘅區域咧都非常之寬敞，而且接待人員都好專業有禮。酒店嘅另外一邊門口咧就會通往唔同嘅別墅，幾十棟阿爾卑斯山風格嘅別墅，簡直好似置身瑞士嘅小鎮，完全唔覺得自己身處中國啊！路嘅兩邊種滿晒真嘅聖誕樹。呢度總共提供咗163間客房，最細嗰間都有550尺，而且每間房都有落地玻璃，可以見到窗外咁靚嘅雪景，而且啲雪係粉末狀嘅，淨係喺酒店玩雪都可以玩半日啦。事不宜遲，跟我入房。我哋今次就入住佢哋嘅套房，面積大概1500尺，一入到門口就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玄關位，有梳化仔同埋衣櫃俾你除鞋同埋着衫嘅。轉入去就有工作間同埋飯廳，跟住就係我哋嘅客廳同埋一大片落地玻璃，而出邊呢就係一個好大嘅露台，望到嘅就係滑雪場嘅景色，真係好有氛圍感啊！客廳都非常寬敞嘅，佢哋挑選嘅家私都融入咗好多中國嘅元素，古色古香得嚟又唔會覺得佢好老土喎，仲擺放咗好多中國嘅手工藝品，以木材為主調，唔單止彰顯咗現代嘅奢華，仲充分體現咗中國文化嘅精髓。跟我入嚟呢一個睡房，非常寬敞，我哋一家4口呢就要求佢加多咗一張床喺側邊。房間裏邊亦都有一個好巨型嘅露台，同樣都係見到出邊嘅滑雪場。個露台真係夠晒巨大啊！跟我入去洗手間，浴缸、廁所同埋淋浴間都係獨立分開嘅，連洗手盆呢都有2個嘅。洗手間嘅空間呢就真係夠晒大啦。風筒就用 Dyson 呢個牌子，所有嘅清潔用品都有齊，佢仲會提供埋小朋友嘅添。番梘同埋乳液就用上 Nullabook， 而掛衫嘅地方呢都有2邊嘅，收納嘅空間呢就非常之多啦。我哋轉翻出去客廳先，因為套房有飯廳嘅關係呢，所以有時我哋都會買外賣翻嚟食。而我先生呢都經常需要用電腦啊，咁所以有張書台呢就最好不過啦。佢哋提供埋毛筆俾你寫毛筆字啊，佢哋嘅電線同埋插座呢都收埋得井井有條，仲會送一盒非常之實用嘅文具俾你。我哋去翻玄關嘅位置先，真係擺幾多個篋都可以啊！仲有一塊全新鏡俾你啊，連個客廁都非常之大啊！我哋4個人2個廁所就完全唔使爭啦。但係你睇埋酒店嘅設施，佢哋有一個室內嘅游泳池，冬天都可以游，因為佢係恆溫嘅。佢仲有一個室內嘅按摩浴池，出到去就有一個露天嘅礦物質暖水池，45度嘅暖水同埋-15度嘅天氣，簡直係冰火兩重天。我哋一家人就霸晒成個池啊，一路浸住熱水，一路望住呢個咁靚嘅雪場景，真係一個好難忘嘅體驗啊！酒店仲養咗2隻好巨型嘅雪橇狗 Husky， 真係好大隻，但係就非常之乖嘅。佢哋每日咧就會出嚟3次，你就要預早 book 定同佢哋見面嘅時間，咁你就可以帶佢哋去雪地嗰度一齊影相啦。帶你哋睇下佢哋個專房，設備都尚算齊全，而且冇乜人用。重點嚟啦，呢一間酒店咧係提供咗私人嘅滑雪屋，咁你就唔使出去滑雪場嘅公共服務中心租借雪具啦。你都知啦，會有好多人好逼噶嘛。呢一度咧就淨係服務酒店住客，地方夠晒闊落，你可以買佢哋嘅雪具，又或者租佢哋嘅雪具。租用雪具同埋雪場嘅入場券呢，已經包咗喺房價入邊噶啦。第一日租借完之後呢，就可以擺喺自己嘅 locker， 咁你第2、第3日呢，就唔使再去租啦，直接喺 locker 拎出嚟就可以啦。而且佢哋嘅雪具係一啲好嘅牌子，非常新淨。喺我哋嘅雪屋直接行出去呢，就可以去滑雪啦。沿途嘅風景都係非常之靚嘅，天氣亦都非常之好，藍天白雲，但係其實都仲係好凍噶，而家係-15度。呢一個就係長白山萬達滑雪場。其實呢一個滑雪場已經經營咗13年噶啦。
呢一個就係佢哋嘅滑雪服務中心，大部分嘅遊客咧都會集中喺度租借雪具，亦都會喺呢度咧揾駐場嘅教練，佢哋係唔容許外來嘅教練嘅，咁所以你哋都要早少少預訂教練啊，因為高峰期真係好難揾到教練。咁喺呢度通常都要排隊租借雪具，咁有陣時都幾混亂噶，所以我哋酒店有私人嘅雪屋咧係非常之加分噶。呢一個服務中心都會提供簡單嘅餐飲，亦都有好多滑雪嘅牌子俾你買新衫嘅。人流就雖然唔少，但係流動得非常之快，冇大排長龍嘅現象。雪場8點鐘就開噶啦，咁所以早少少嚟咧就少啲人流啦。呢一度係總共有43條滑雪道，雪道嘅總長係去到33公里，亦都非常適合初學者。呢度嘅雪雖然冇日本咁粉狀，但係滑起上嚟咧，我覺得比較平穩，容易控制啲。每逢聖誕，日本嘅二世古實在太多人啦，你淨係要排隊搭 lift 上去都排你個幾鐘頭。喺呢一度嘅感覺咧就係完全流水式，完全唔使停頓，咁樣就會慳翻好多教練嘅時間啦。呢一度嘅教練真係非常細心，好幫得手。我啲小朋友跟住佢哋，我都好放心。我覺得呢度嘅唯一缺點就係天氣太凍啦，我啲手指係長期都覺得非常之凍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帶暖包擺落袋。你睇下條滑道幾寬闊，如果你係初學者，真係唔使驚會撞到其他人。我同我個女都滑得非常之開心啊！雖然佢冇日本咁靚，但係我又唔覺得差好遠喎。黃昏嘅時候，天色就更加靚啦。佢哋仲有觀光纜車，可以俾你上到去最高級嘅滑雪道，沿途仲可以欣賞埋呢一個雪景。上到去之後呢，風景真係一流。仲有啲打卡位俾你影相。呢一個貨櫃呢，其實係一間 cafe 嚟嘅，咁你可以喺入邊飲杯嘢，欣賞下呢一個風景。萬達滑雪場就會有呢一個小鎮，咁就會有其他嘅酒店同埋食肆喺度嘅，餐廳都起碼超過20間俾你揀 ，Starbucks 同埋 Pizza Hut 都有。柏悅酒店出邊呢就會有2間私人嘅小木屋，你可以 book 佢哋嘅下午茶，包咗場之後呢，就可以一家人靜靜地喺入邊享用啦。其實呢間小木屋呢都好似一間酒店房咁，其實真係住得人嘅。上層呢係被鋪，下層係廁所，亦都有一大塊落地玻璃俾你欣賞下出邊嘅雪景。下午茶咧就包括咗茶飲啦、一啲甜品啦、咖啡啦、水果啦、鹹點啦，不過價錢都唔平啊，咁樣咧就要1000蚊港幣啊！入夜嘅時候咧，酒店嘅氛圍就更加好啦，佢哋掛晒啲燈飾喺啲聖誕樹上面，真係好有氣氛。小木屋喺夜晚嘅時候睇落就更加浪漫啦，滑雪場嗰邊嘅小鎮都燈火通明，仲有唔少人都會滑夜場噶。正值聖誕，呢一度嘅燈飾充滿住聖誕氣氛，所以而家嚟中國過聖誕都非常之有氣氛噶啦。而呢一度嘅餐廳呢，質素都唔差噶，我哋都食咗2晚韓國燒烤，質素真係唔差噶。呢一度都有啲國際嘅品牌，你仲可以喺度 shopping 添。夜晚佢哋仲有舞台表演，因為我哋去嘅時候咁啱就係聖誕節嗰日，啲小妹妹真係冒住嚴寒出嚟表演俾我哋睇啊。其實喺現場真係覺得好有氣氛噶，你睇下我啲小朋友都真係好 enjoy 啊。唔係成日見到雪嘅香港小朋友真係會覺得好好玩。最後仲放咗一場非常之精彩嘅煙花，就喺你眼前放，非常之近，亦都睇得好清楚，毫無遮擋。喺黃昏嘅時候，我仲飛咗架飛機上去影下呢個夜景，你睇下幾靚，唔講你都以為我去咗瑞士啊！返酒店講下佢哋嘅餐飲先，佢哋有提供聖誕大餐，每位係人民幣888蚊，咁就會有呢啲嘢食啦。仲包埋酒水添，有新鮮切出嚟嘅 Parma ham 同埋片皮鴨，仲有新鮮即刻煎嘅鵝肝同埋大蝦，聖誕節嘅火雞同埋火腿，一啲羊扒同埋豬肋骨，好多種類嘅冷盤啦，一啲刺身類同埋海鮮類。餐廳嘅環境呢就非常之好嘅，而家就帶你哋去睇下早餐有啲乜嘢食，當然唔少得就係白粥啦，各款唔同類型嘅麵包。
沙律、煙燻火腿同埋三文魚、穀物類早餐、油條豆漿，小朋友最中意嘅炸物，仲有新鮮整嘅燒餅啊！呢個真係非常好食，我食咗2個啊！仲有各式各類嘅熟食，鮮榨嘅蔬果汁同埋奶類，你仲可以新鮮單點早餐，而且每日嘅內容都唔同㗎，個賣相亦都做得唔錯㗎。而佢哋嘅麵包呢，每日都會提供唔同嘅款式㗎。仲有多啲唔同類型嘅熟食。今次嘅長白山之旅令我非常難忘，除咗係因為個景色靚、雪場又大，更令我覺得中國係一個非常之好玩嘅地方，而且非常先進。香港去長白山機場係冇直航㗎，今次我哋係喺廣州嘅白雲機場直飛長白山，全程4個半小時，票價係大概4000幾蚊一位。你亦都可以由上海或者大連出發，而長白山機場去呢一個萬達滑雪場呢，就只需要20分鐘嘅車程，非常方便。下一集我會介紹埋長白山其他好玩嘅景點，記得訂閱、留言、分享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